時候啊，都自己嘅郵箱嘅。咁啊，見到快少少嘅馬咧，外邊圍住加州熱浪，外邊一世美麗都走上啲人，中間冇人放啊，開心死啊！跟住後邊落實黃金綠色鐵蹄啊，最中意就美麗星辰啦，大家知道好似新產品㗎啦，好多層啊嘛，6尾五位置咧，咁啊外面爆得美麗啊！尾四啦，咁啊有呢隻白鹿金剛啦，第三匹馬紫多多11出嚟跑㗎嘛，係6嚟㗎，數字啊，內欄第3有1世美成康良第4屌你老母蛇命啊！